最近有袂少少年人怀疑讲兵单来等真久，唔知什么时阵才会当去做兵，有一寡代志拢无法度来安排。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讲，敢是中央的训练的能力无够，才互真侪人但要一当才有法度去做兵咧。因为我是8月22要到巴黎，所以如果我3月进兵营的话，我大概7月左右可以出来。如果再多1个月，整个就越来越紧，然后到4月、5月后面就会影响到开学的时间。毕业了后，兵单真好等，真侪人有这款经验。苏先生去年3月毕业，7月抽签，一直到12月拢担无兵单，因为各个学校面试，所以申请延换一营到今年2月。苏先生算是真好运，3月就接到兵单通一营，但是真侪人无遐尼好运。光台北市今年就有3500位役男准备要去入伍，可是1月、2月、3月预计征集的人数只有1750位，等于是整个1到3月只有一半的役男可以去入伍。因为是导指出，台北市今年3500个等待做兵的人当中，上万的可能要等到6月才通做到兵，对这的人来讲是真恶暗算时间。去年有一些同学因为生涯规划申请延缓入营，那原则上会从今年4月1号开始征集，有可能你已经生涯规划有其他的调整，希望说能够赶快回到征集的这个状态的话，你们就赶快去跟我们区公所兵役科申请放弃延缓入营，那我们就可以立刻把你们列入征集梯次。兵役局表示，每个月会使有偌侪人通做兵，就要看中央的安排。市政府也会向中央来争取更较侪名额，安排更较侪人入营。但是这3个月，平均每个月通争取到计出来的名额只有10个到20个，因为是到呼吁中央想办法，莫拖到这些少年人的时间。记者郭文社奎林台北报道。